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元宇宙工作室免費奇門問事嘅節目，我係柏陽老師。呢個節目主要係免費幫大家利用奇門遁甲做問事或者預測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資訊欄嘅連結提供你嘅問題，我哋會盡快安排為大家解答。如果反應太過熱烈，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候一下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今日嘅節目。你好啊，老師，我叫阿強，想問下工作嘅事。舊年獲升職，調咗去一個新部門，但係今年起公司就一直有經費減少嘅消息，而家有機會調翻去原來部門，人工會少一啲，但係感覺會穩定一啲。請問我應該留喺新部門定係翻去原來部門會好啲呢？好，我哋幫阿強開咗一個奇門遁甲盤，先揾咗代表阿強嘅宮位，喺近宮五行屬土呢個宮位冇奇門四害，有60分嘅正能量。宮裏邊所有嘅符號都係紅色，代表阿強整體能量狀態不錯。天干月代表阿強外在性格，代表阿強做人充滿希望，本身有一定文化水平，凡事都會曲折忠誠，大步跨過。天任星代表阿強本身性格任勞任怨，有擔當。幽門代表阿強性格溫順，有氣質，做任何嘢都係慢慢嚟，從不急進。九地代表阿強身材較為矮小，凡事較為包容，俾人有穩重感覺。好啦，跟住講下阿強份工作，係開門，係坎宮，五行屬水，呢個宮位冇奇門四害，有90分嘅正能量。天干丁代表可能公司主要做女性顧客生意啊。天蓬星代表產品或者服務比較個人化、個性化，傾向低調，唔係時常露出嚟俾大家睇嘅。九天代表產品啊或者服務比較冇咁貼地，多數係一啲精品類嘅嘢。跟住講下代表阿強嘅宮位同埋佢工作宮位嘅關係。土克水代表阿強，只要肯努力，主動付出就會做好份工作，從而獲得相應回報。其實睇得出整體格局都唔錯。咁至於應唔應該調翻去原有部門呢？我哋睇睇一啲特別格局呢，就係干伏吟啦，同埋星伏吟啦。呢兩個格局都係代表宜靜不宜動，保持現狀較為理想。最後呢，想俾阿強一啲建議，暫時先考慮保持現狀，唔使調翻去舊部門。由於你嘅個性比較柔弱，同埋俾人悠閒嘅感覺，所以你一定要更加主動為公司做事，凡事行前其他同事一步，果斷敏捷地做決定同埋行動，咁你就可以保持現狀，一直做落去。阿強老師喺呢度祝你事事順利，前途無量。你好啊，老師，我叫阿娟，想問下公司嘅事。而家我幫緊屋企人嘅公司做嘢，最近喺財政上出現咗好大困難，想知道未來半年嘅發展會係點樣？更加想知道公司有冇機會走出當前嘅財務困境，起死回生呢？未來仲可唔可以繼續經營呢？唔該晒，老師。好，我哋幫阿娟先開一個奇門遁甲盤。先揾咗代表阿娟嘅宮位呢，喺坤宮，五行屬土，呢個宮位冇奇門四害，有60分嘅正能量。天盤干貴代表阿娟外在性格，做人比較濟弱，本身靈活性強，同埋多愁善感。地盤干庚代表阿娟內在性格，做嘢有魄力，內心偏向硬朗。天任星代表阿娟本身性格任勞任怨，有擔當。三門代表阿娟誠實可靠，樂觀向上。直符代表阿娟本身有一定權力，俾人感覺較有高貴嘅氣質。阿娟有提到佢係幫屋企人公司做嘢，所以可以睇下代表佢屋企人嘅宮位。喺近宮五行屬土，呢個宮位有奇門四害之中嘅三害，包括有天干入戊、庚寅同埋空亡。宮內仲有白虎，整體一片都係麻麻地嘅符號啊，有
170分嘅負能量啊。天盤幹庚代表外在性格有啲惡，脾氣唔太好。地盤干季代表內在性格，做嘢嗰陣時候有變化，不由自主。既干月正好同阿娟宮位相連，證明係自己人。天瑞星代表個性固執，但係懦弱，係問題製造者。死門代表死板，死不妥協，死不形象。白虎代表中意爭鬥。跟住我哋睇一睇代表公司嘅宮位，開門落於順宮，五行屬木，呢個宮位有奇門四害，門逼宮，可能係一啲錯誤嘅決定影響緊公司營運，從而產生負面效果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符號都係正面嘅，有130分嘅正能量。睇嚟公司嘅本質應該唔錯。亞娟所講嘅財政困難，好大機會係人為造成。最後睇埋代表產品或者服務嘅宮位，啱啱同屋企人同宮都係滿滿負能量，證明產品或者服務出咗問題。下一步我哋睇下宮位之間嘅關係，代表公司宮位屬木，克住代表屋企人嘅宮位，即係表示公司並不能夠為屋企人帶嚟好處。另一方面代表利潤嘅宮位，生門落坤宮屬土，直衝屋企人宮位，好明顯公司唔能夠製造利潤。仲要留意一個特別格局咧，就係全盤反任咧，代表事情比較反反复复啦，時好時壞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試下整體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公司本身冇咩大問題，但係佢嘅產品或者服務確實出咗問題。問題嘅根源好可能係屋企人做錯咗一啲決定，引致利潤欠佳，繼而財困。如果要扭轉劣勢呢，首先要自我檢討，揾出錯處同埋不足，盡快修正。屋企人方面呢，唔可以再固執行事，一定要接受客觀事實，聽聽其他人嘅意見，唔好再成為問題製造者。希望以上分析可以幫到阿娟，祝你同埋屋企人盡快渡過難關。你好啊，老師，我叫阿強。最近朋友介紹咗個女仔俾我，仲未開始同佢接觸，想知道佢適唔適合我。呢個係唔係正緣？有冇機會修成正果呢？唔該晒老師。我哋最中意幫朋友解決感情問題，係幫阿強開個奇門遁甲盤睇一睇嘅，揾到代表阿強嘅宮位喺離宮，五行屬火，呢個宮位咧有奇門四害，空亡，正代表阿強心裏冇底，15、16咁。其他符號大部分係紅色啦，代表好嘅能量啦。整個宮位有10分嘅正能量啊。地盤干丁，代表阿強內在性格。對每一件事咧都充滿希望啊，仲有少少執着嘅。天府星代表阿強本人謙虛有禮，喜輔助指導或者教育其他人。開門代表阿強性格開朗，比較重情義。逆符代表阿強位高權重，有高尚氣質。跟住我哋睇睇代表阿強朋友介紹嗰位女仔嘅宮位喺乾宮，五行屬金，呢個宮位有奇門四害，天干入墓，代表能量較為虛弱，凡事沒精打采，情緒低迷。地盤光武呢，代表女仔較缺心眼，俾人有啲蠢蠢地嘅感覺。天柱星代表女仔可能較為好勝，容易惹嚟口舌是非。雙門代表可能會做出傷人身心嘅事。玄武代表唔可靠，善於講大話嘅人。最後睇埋雙方宮位嘅關係，阿強所屬宮位屬火，克住女仔所屬宮位屬金，代表阿強好大機會唔中意呢位女仔，又或者就算同呢位女仔交往，都會全程操控佢，食住佢，最後都係佢愛你多過你愛佢。睇到呢度咧，都應該俾到阿強非常充足嘅心理準備。老師祝阿強你好快揾到意中人，開展感情生活。大家如果有興趣揾我哋幫你做免費奇門問事，可以喺資訊欄嘅連結提供你嘅問題，我哋會盡快安排為大家解答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，請你訂閱我哋元宇宙工作室頻道，
分享我哋嘅節目俾朋友。如果唔想錯過我哋下一期節目，就請你撳埋旁邊嘅小鈴鐺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